反正呢，我呢個禮拜之內前前後後總共呢送咗30幾支啊！大家好，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斜槓壯年 Theo。呢期呢就唔係探店視頻啦，而係分享一下呢我呢個90後富二代再創業嘅作品啦。李周記同埋 Chewy 嘅1週年店慶。李周記嘅1週年店慶活動呢，就相當簡單粗暴啦，就係一個樸實無華嘅充值活動啦。識玩嘅朋友已經知道啊，呢啲錢呢係可以喺 Chewy 入邊使用噶。至於 Chewy 啦，由於我哋嘅位置呢真係好有限啦，加上呢又係1週年店慶，咁乾脆呢就唔做店慶日啦，直接嚟翻個店慶周，輕輕咁為加咗我聯繫方式嘅飲家朋友都發咗邀請函啊。至於做咗幾多張呢，我自己都數唔清啦，可能呢仲係有遺漏嘅，先喺呢度同冇收到邀請函嘅朋友講聲 sorry 啦。嚴格嚟講，我準備咗3波小驚喜。第一波就係1週年嘅特備酒單，店入邊嘅每一位調酒師都準備咗自己嘅作品，仲組合咗2款上一年賣得比較好嘅單品添。木質香調嘅代表青崖藏霧，堅果油脂嘅代表花生可可，時令水果嘅代表羅麗，茶香果調嘅代表我杯茶，詩詞歌賦嘅代表少年遊。呢個酒單呢會持續一小段時間，直至到8月啦。歡迎錯過1週年店慶周嘅朋友前嚟試試。第二波呢就係準備咗一份 Chewy 嘅特色伴手禮，人手一份啦，先到先得。既然數學課係我哋嘅一大特色，咁又點可以冇翻一副特色嘅 Chewy 定製教具啊？為咗避免大家睇到眼都花埋，我只係喺傳統嘅啤牌樣式之下整咗啲 logo。呢副係一副真係可以洗嘅牌嚟㗎，係防水防油嘅 PVC， 揸喺手入邊比紙牌更加有質感㗎。第3波就犀利啦，係一個直接送酒嘅挑戰，每消費1杯雞尾酒就可以挑戰1次，30秒內喺唔借助外力嘅情況之下，令呢2粒銀仔可以以 T 字形立起身就算挑戰成功。而且第2杯雞尾酒開始啦，時間仲會延長至1分鐘。唔知道從呢個越玩越寬鬆嘅挑戰條件，大家可唔可以感受到？我係真係好想送酒俾大家㗎。唔單止咁啊，單人單晚每成功1次我都會送1支比上1支價值更加高㗎。呢個遊戲嘅難點同人生係一樣嘅，就係要揾到平衡點啊！一連7日嘅1週年店慶，每晚都有挑戰成功嘅朋友，大家真係好鬼犀利啊！反覆挑戰嘅朋友更加係越戰越勇，成功嘅速度都越嚟越快。反正我呢個禮拜之內前後後總共送咗30幾支啊！最犀利嗰2個，莫過於1個星期就贏咗我8支嘅 Lily， 同埋贏咗我6支嘅 Henry 啊！特別鳴謝好朋友狼吞虎嚥芬送嚟嘅吉他唔係謝霆鋒同款嘅黑斗篷伊比利亞黑毛豬火腿先啱。衷心感謝每一位喺過去1年入邊嘅關照啊！除咗感謝，仲係感謝。新嘅1年都請各位多多擔待。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不定期盛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踴躍參與啊！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人生積極，好嗎？